度咧就係香港嘅長洲啊，佢有傳統好靚嘅布拉腸啊，同埋有識閃嘅魷魚，同埋緊要係有女啦，早茶、粥、夜景乜都有。今期係教大家點樣入長洲啊！兩支嘢啊，117啊！我本人咧中意坐巴士去香港嘅，因為90蚊咧就可以去到上環啦。咁你可以發下吽哣啊，睇下風景啊，然後剪下片咧，時間好快過嘅啫。咁我2點9上車咧，連埋過關咧嚟到香港咧，大概就係4點鐘左右。向環咧你就喺呢度落車嘅，你再向前行咧就去到中環嘅5號碼頭去長洲嘅。直行啊，你都可以去到中環碼頭，然後你呢度咧你上2樓咧行商場過都可以。商場一出咧，通過呢條過街天橋咧就可以去到5號碼頭噶啦。我2點9個字上巴士。嚟到而家中環咧，就係5點鐘，100米我行咗起碼3-4個字啊！邊3個字？15分鐘，15分鐘係4個字喎。去到呢條過街天橋咧，落去咧就到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再向前行多100米左右就到啦。不好尋找。呢個垃圾海。然後咧，你行到呢個中環碼頭啊，記得係長洲5號窗啊。呢度咧係唔使買票嘅，你直接用支付寶咧就可以去噶啦。快船咧就20幾蚊，慢船咧就10幾蚊。但係我哋建議嘅話咧，你有時間咧最好係坐部慢船，睇嘅風景咧係靚好多嘅。時間咧好似係卡拉嘅，一步快一步慢咁樣樣。你睇下沿路嘅風景咧，我係坐部快船嘅，係冇咁靚嘅。但係佢嘅快船咧冷氣真係好夠凍啊！而家咧俾你感受下快船嘅感覺，我冇搖部手機啊，係條船喐緊嘅。一波驚濤駭浪之後咧，我哋終於到咗我哋要嚟嘅長洲島目的地啦。反正咧由廣州嚟到香港呢個長洲島咧，我總共咧大概用咗101蚊左右啫，連埋船票呢個度假都係幾好嘅。咁更多嘅美食攻略咧同埋酒店住宿咧，留翻我下期視頻再話俾大家聽啦。俾面點個關注咧。